有一只伫咧去年10月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上长岁数的狗仔，即马互人质疑这年龄是假，目前当咧调查，嘛暂时甲认证撤销。原因就是真侪兽医甲专家拢认为，唔相信这只狗仔体重超磅，抑会当健康活甲遮尔久。而且这狗仔的年纪是主人家己讲的，并无提出真正的证据。不过狗仔主人是出来咧反驳一挂一疑。 我的兽医同事内底无任何一个人相信波比活31年。英国皇家兽医学院理事会成员兽医丹尼钱伯斯伫接受卫报采访时阵表示，有专家对2023年10月死亡的葡萄牙纯种的五犬波比活31岁165天这个年纪有怀疑。当时波比伊的记录佫互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是世界上老的狗。 即马金氏世界纪录宣布要对这代志展开调查，并暂时撤销这项头衔。Bobby já era o cão mais velho de Portugal, mas fiquei a saber que o recorde mundial estava em 29 anos e o Bobby em maio fez 30 anos, portanto em maio de 2022. E então contactei o Guinness para saber o que é que necessitavam para poder avançar com o processo. 波比是伫2022年7月才伫葡萄牙政府的狗鸟宠物资料库正式注册。波比主人讲，波比是伫1992年出世，不过这敢若单方面的讲法，伊无法度提出其他的证据，所以才使人怀疑。葡萄牙法律并无要求2008年进前出世的狗仔爱登记，相关法规是伫2020年10月时阵才实施。另外，一寡兽医注意到波比看起来体重伤过头重，狗仔长岁数专家认为这实在无科学，因为就算是人，也无可能。 这么大颗，会当活这么久。波比主人科斯塔为爱犬辩护，表示兽医界串通起来反对伊，只是因为伊都是互波比食咱人食的食物，毋是狗仔食的物件。佮发声明讲，兽医界专家暗算互咱人认为波比的长岁数毋是真的。今是世界纪录开1年时间去查证波比真正的年纪，伊家己嘛无为这个纪录丰富内底趁任何一仙钱。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